健保署7月初4伫阿里山乡的三美社区举办虚拟健保卡在地医疗人员培训课程，希望结合着医疗院所运用虚拟健保卡进行居家诊疗、视讯看诊，让山区的民众会当有更加方便，也当有好的服务品质。利用远端视频看诊，伫山内的民众使用虚拟健保卡的功能，唔但会当透过镜头，互医生看到病人相关的医疗记录，嘛完整提供予山卡的医生了解。现在所推的这个健保轻量的 APP 以及虚拟健保卡，那目前用起来的话是觉得真的会有帮助，是因为只要一刷之后，我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。我车程最少要1个半小时以上。如果说有虚拟健保卡，然后可以线上看诊问诊的话，其实可以缩短还有我们村民跟医护单位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反应。中央健康保险署7月初4伫阿里山乡举办头一场虚拟健保卡的在地培训课程，希望透过训练相关医疗人员，推广偏乡也是山区的民众使用虚拟健保卡。那虚拟健保卡上面就是有一个 QR code， 所以说，假如说是医师在看病的时候呢，他只要扫了你的 QR code， 就相当于就是你的健保卡的实体健保卡的读卡以后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端资料。那这样医师在给民众就做一个诊断跟治疗的时候，资讯就比较完整。去医疗这样子的观念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位落差来把它弭平，让在阿里山的居民他们都能够习惯，而且能够很容易的来使用远距医疗。目前国内已经有27万多人申请虚拟健保卡，600几间地域病院诊所有提供虚拟健保卡的服务。健保署表示，虚拟健保卡结合挂号、看诊、检查甲领药的功能，为了要解决偏乡甲市大的数位落差，会继续举办相关的课程，让民众来了解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